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云林县议长黄凯，伊涉嫌接受光电业者的乌西，替因摕到设厂的许可，检方是分40条线去敲碎云林县政府黄凯的办公室，也有伊的服务处等等。今仔日透早获审了后，是照贪污治罪条例来声押禁见。 调查人员甲一箱的资料搬落车，测试新北地检署指挥相关单位去敲40个所在，包括无当值云林县议长黄凯办公室、服务处、徛家甲管府等等，又谈黄凯管会员工甲业者拢总21个人。初五透早获审了后，黄凯依照贪污治罪条例、污洗罪嫌，洪申请羁押禁见。觉得很意外，也很震惊了。我想说，怎么昨天有突然有这个讯息传出来？ 其实我们对于黄凯议长就任以来他的这个处事跟为人，我们都非常的敬佩他。绿能在云林在云林怎么都会有这种事情来发生的话，那真的就要审慎要思考了哈，审慎思考到底绿能政策为什么会让政治人物都会去牵扯进去。 消息传到去地方，真侪议员拢带一条。公职案包括3个业者是10万块到20万块交保。另外，云林县府的建设处长李俊兴，若像有漏失机密的情形，是20万交保。昨日建设处有4位的员工那去北上配合调查。相信本案在经过司法机关的详查之下，最终必能还给县府同仁公道。 黄凯是云林县议会4连霸当选的议员。去年国民党前议长沈宗良涉嫌甲绿能业者收口面相互起诉，伊请示了后，黄凯去年10月底才经过补选选调议长职位。不过，即马伊嘛涉嫌甲光电业者乌洗，洪申请羁押禁见，嘛引起地方的关注。记者王伟雄台北云林报道。